美國東部大部分地區呢個週末將會迎嚟罕見嘅暴風雪，令到至少5000萬人口帶嚟影響。華盛頓地區嘅降雪將會達到60厘米。美國國家氣象局長烏切里尼就係咁話。烏切里尼表示，佢哋觀察到各種嘅跡象顯示，美國東部將會有一次暴風雪天氣嘅過程，影響東部1/3地區。呢個嘅天氣過程將會令到至少5000萬人口帶嚟大雪、嚴寒以及係強風。如果呢啲嘅氣象條件真正嘅係形成，情況的確係會非常危險。呢一場強風暴預計將會令到華盛頓帶嚟60厘米厚嘅降雪。不過呢個星期一場降雪已經係睇出應對降雪嘅各種準備工作係漏洞百出。2厘米嘅降雪覆蓋咗響未有經過防滑處理嘅結冰路面上邊，令到晚間嘅通勤變成咗一場交通噩夢。It was pretty rough driving home, and it took a while. It took him an hour to get 4 miles. 華盛頓一名開車嘅市民就表示，佢開車回家一路上都非常之艱難，花咗一啲嘅時間，4英里嘅路程花咗1個小時。不過後嚟佢哋決定係步行回家，但係你要走響路面上邊，路面亦都係結咗冰，而預計將會來襲嘅暴風雪將會引發大面積嘅停電、交通癱瘓，並且有可能持續到星期日。